我叫邱彦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我真的可以拿到这1000万奖金吗？这个游戏肯定不是那么简单。来人，抓刺客！回到！喂，为什么你们都不等我？哎，等一下！滴血模式！呀！站住！别跑！看不见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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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他们在那边。他们都走了，出来吧。你怎么抖成这样？我没事，我就是紧张。你们还是不是男人啊？都不照顾我，我那么美，万一伤到我脸蛋……小姐，我们不是来旅游啊，现在是逃命啊！没风度就是没风度，小弟弟，以后千万要做一个绅士，别学有些人。一点风度都没有。风度那是对美女才有的东西。你，还是算了吧。再说了，赢家只有一个，谁都别跟我抢1000万。怎么不见元宝哥？他好像没逃出来。他不跟我们在一起，不代表他没逃出来啊。万一你们回去将军府，元宝又已经逃了，受难的还不是你们？我呢，是绝不会折回将军府去救他的。这个时候还是小命最重要。别废话，这人你到底是救还是不救？喂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放开我！现在回去肯定会被将军砍死，你们愿意吗？我可不愿意啊！况且这只是游戏，现在少一个竞争对手，不是更好吗？No 作 no die, why you try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再说。邱彦明，你先待在这儿。如果1个小时之后我们还没有回来，那就别管我们了，先躲起来。姐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多人多双手，好有个照应嘛。唉，那好吧，我们走吧。滴血模式！三根哥！滴血模式！哇，这怎么玩啊？哎，不管了。我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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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
烧鸡翅，我中意吃。哎呀，这破游戏有这么好吃的吊烧鸡啊！谁呀？真想不到这游戏里面的 NPC 这么能打。这还没死呢，都使出洪荒之力了。密函拿到了吗？你他妈嘴巴干净点儿！你他妈拿开你的手！我有说错吗？一群脑子进水的傻叉，第一关就已经受伤了，还想活着出去啊？这里最聪明的人就是你。我们去救人，你他妈在这里吃烧鸡，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。志聪哥，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！闭嘴！这里轮到你说话了，回去读你的书。你只是个陪跑的。你们都不要跟他吵了。你现在什么意思？谁他妈是陪跑的？这1000万就一定是你郭思聪的吗？就你这大老粗的智商能拿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底细，来这里的都是缺钱的，你就是一个卖水果的，欠人家好几百万高利贷，还想拿那1000万回去重新做人呐？没门儿！几百万！喂，三干的，你的猕猴桃甜不甜的？不买别捏！神经病！山根哥，今天几号啊？啊，几号啊？还不还钱？哎，各位大哥，给点时间吧。给点时间，有钱买全套啊！没再给点时间吧。很能打是吧？看你是不是真的那么能打？上！砸死你！还钱！别打！I like to move it. I like to move it. 别跑！站住！王八还钱！有人砍人了！是我。王八人都不是砍我们这啊！别跑！打死你！不还钱是吧？站住！别跑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看你往哪跑！你不还钱是吧？啊！各位兄弟，弄死他！你敢不敢上？那不用玩了，走吧。走。是啊，我就是要拿奖金来还债的。那你呢？这1000万我拿定了，你想都别想！你干嘛呀？哎，够了！睡觉。林晨姐，血！元宝哥流了好多血啊！赶紧帮他止血才行。小明，
你去帮忙找找，有没有药草之类的？好。凌晨，谢谢。你伤的实在太深了，没办法了，只能牺牲我自己吧。叶永壮，药快散一片，一定要帮我拿到这1000万。凌晨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千万别死，一定要好起来。凌晨，这几天就委屈你了。你真是集美貌和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啊！如果我前任像你一样那么好，我死都愿意。郑元宝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来缠着我了？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，我们没可能的了。我你妹呀！你妹啊！你看你郑元宝，我这么羞辱你，你都不生气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以后都别来找我了，我不想见到你。Connie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你爱得起吗？我不相信你爱那个煤老板。我是不喜欢他，他又老又肥又矮又丑，又有香港脚，那又怎样？你看你又高又帅，手指又长，鼻子又大，那又怎样？人家比你有钱，你有吗？为了你，我可以去赚啊。3年了，这句台词我听你说了3年了。就凭你在那一家快要倒闭的外贸公司上班，什么时候才能在北上广买房子啊？我等得急，我妈都等不及了。以后都不要来找我了。Connie，放开我 ！Connie。哇！如果我能拿到1000万，Connie就可以回到我身边。凌晨，姐。三根哥，他们都不见了。人呢？丽晨姐，你们去哪儿了？你的手有凌晨的呵护，好的真快。没想到你还会缝衣服。凌晨姐，你居然还有真相包啊！该有的总是会有的。哦。郭思聪呢？我们出去的时候他还在睡啊。难道他自己偷偷去刺杀霍将军，拿密函，自己闯5关，拿走1000万？呸！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！他妈的，我找他去！妈了个王八蛋！看下是谁闯进来！哼，滴血模式！好，
哈！不管你是何方神圣，今日老夫绝不饶你！你可别以为你声音大我就怕你啊，老家伙！待会儿你可别哭哦。大胆狂徒，来吧！憋死我了！我就说吧，这家伙肯定想独吞那1000万奖金。完了，司徒哥被人抓了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去救他？救我！走。攻左腿，昨天我的暗器伤了他。死老鬼，竟然掐我！死了吧！好了好了，这边还有几。找到了没？哎呀，让我们来找吧。密函它到底藏在哪儿了？不会藏在内裤里吧？找到了没有啊？嘿，找到了！找到了！哎呦，老死鬼，居然把密函藏在内裤里呀！哎呦，密函找到了，那我的鼻子有着落了。恭喜5位通过首关，现在公布第2个任务：解开密函信息，刺杀密函发出者。赶紧看一下密函里面有什么。多慢，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一方互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
上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，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